喜欢你。我就想说啊，那儿子女儿也可以，我也可以这样子。小孩那么容易就可以拿到奖金，哼，老娘哦，跟你拼了！空花柳，开那菜呀，也系干妈抢人做诶。啊，就干妈这个要卖猪肉，你会做呀，啊，厉害。伊匹配抢人家做诶啦。三姑娘啊，创啊，心莫开呀，我从我的心脏，闹热大力腿，闹热强下来，乡亲啊，俘虏啊！今日啊，咧六强积分赛铁礼拜哈。哦，哎呀，我相信哎呀礼拜哈，逐礼拜就有动安尼动多安尼一个主题啊。好，今天有主题啦，哈当，然有主题啊。好，青葱也上礼拜也有讲过诶，错，就安尼人气王的比赛。哦，闹热之心，对对，闹热之星人气王就从亚回事了哈。好，一下回事，2月22号之前。下礼拜二之前，请俺的麻烦俺的观众朋友哈，送一下俺的闹热大旅团粉丝团，哈，替他们按个赞，对对，好不好？你们心目中最支持、最喜爱的那一位选手，从我建议来听哦，他给他把握机会哦哈。所以，哎，我们参赛朋友，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拉票啊，好不好？来跟观众打一下招呼。啊，拜托，哎，帮我拉一下票哈。好，安尼马上就进行今日安尼积分赛的比赛。嘿，接受比赛。一介绍欣赏，起这位欣赏，总飞欣赏，罗哥的欣赏。好，欣赏介绍的，先来问他个弹后堂的歌曲。哦，今天吼邀请到一位相当厉害的，是我们的客家邓丽君金曲歌后来着。哇，她声音真的非常的美啊！哦，你不要看人，你眼睛闭着听。你什么意思？没有，我的意思那个享受 ，enjoy，OK。好，而且刚好送命哈，台湾是个心目中伊的线索。而且是人美歌甜，对不对？而且他每年都一定要跟他的这个粉丝交代，他每年都会要出一张新的专辑。他的粉丝很多，对。对，按照堂家后堂的歌曲啊，陈双心花开哦，来弹看啊。
真心相惜，爱给缘分，看到你，慢慢慢，心花开，春风吹，风风风，头发面，一道意，一道思，甜甜美美，爱快乐些，心呀心花开，比呀比上天，凉风来冲过，传顺情浓，心呀心花开，比呀比上天，希望来做伴，一生相扶持。心呀心花开，比呀比上天，凉风总为你，恩爱的连理。心呀心花开，比呀比上天，缘分天注定，情天遗憾都永远。心呀心花开，比呀比上天，希望来做伴，一生相扶持。心呀心花开，比呀比上天，凉风总为你，恩爱的连理。心呀心花开，比呀比上天，缘分天注定，情调遗憾都永远。哇哦！嗨，哎，又见面了哟，又见面大哥的了时间了，当年就是大看到一拜来了，一拜啦哈。当年的一半。哎，他一张专辑里面有四条狗哎呢哈。哎呀，哦，你第10首歌跟我的娘家有关系耶。哎，岐哦山，岐山，他有为了岐山天后宫嘿啊唱一首歌叫做《圣母颂》你不是在美浓吗？跟啊，隔壁邻居啊，对对对，这样讲隔壁邻居比较亲切嘛，对对对，隔壁。隔壁邻居啊。嗯，隔壁隔壁。这个专辑名称叫做《爱的出发》，爱的阿头都出发冲的主打歌叫做《心发心快》。发快，好，对啊，陈双老师这个不仅哈每年都的这个有这个客家的这个精神啊，是然后每年都要发一张专辑，然后嘿呀发扬客家文化。是。之外，然后他给他多多的支支持持啊。一下你们太赶紧多多支嘿持。啊，你根本也没有麻烦哦，啊哈，作为没问题客座老师，好嘛？好不好？没问题。谈那个精英6强的年度的哦，啊，哎呀，适合各区那个前3名。加油！选手们全部加油都会唱，懂厉害。穷爱穷用13年了哈。嘿嘿一年一种的呀，哦，哦，哎呀，好，好，那 OK，像陈升老师会好做来请坐一下这份赛比赛规则，大礼拜有无漂亮的主题，先输这主题演唱一首歌的，这份最高的前5名，做得今年年度总冠军的比赛哟。安尼要进行比赛，当然要有主题啊。好，今咩天主题嘛？哎，问一下叶家秀先生样底嘞哦，来吼，嘿，阿公，哎，今日的主题哦，亲有意思，很多爱嘅音乐路啊。所有嘅参赛嘅朋友哦，音乐路吼就很多无可能嘅事情，是，然后佢创出来，来感动大家，讲你样板3万行两条音乐路，好不好？好，当然有年音乐路係平順呢，啊有年音樂路係坎坷的。对，坎坷的比较好。怎麼說呢？这样你里头的那个酸甜苦辣，你都尝得到。你唱出来的感情，快乐的你就很快乐，然后就很 peace。然后如果你痛苦的话呢，你就会有那种冲击、那种爆发力。哦，就唱歌較有感情，就是。对，是。好，按照嚟根本要嚟談一下呢個參賽朋友，講下個音樂路很樣版型啊。TV 參賽朋友，批雲帶來 tell you 嚟聽啊。同歡喜一下做第期啲年度6強賽，我咩希望我嘅音樂路像跳搖咁樣越陳越強。一粒頭髮，一生嘅夢想，你的安
风水含含，等意思心酸。爱老老摇摇归通拍，等看也头有也的面容。头有爱有重重的情思，强强空的个暗公度，相爱偷偷人伊讲俩只故事。头有爱有发高的心思，送得大赞一寸一刀，一扎扎的暗光，不是安心酸。头有爱有重重的情思，强强靠得个暗光度，相爱偷偷人伊讲俩只故事。头有爱有发高的心思，送得满眼满眼一寸一刀。一扎扎的暗光，不是安心酸。等看也是人生那的迷向。喜欢给他是谁？支持您后，你好，哦，从头披头散发，拼了拼了，对，哦，炫耀说 tell you， 对，就是酱油的意思啦。就是为什么？里面有讲到，就是我想，就是我希望 tell 跟那个酱油我的音乐路跟酱油一样，可以越陈越香。啊，国创那条路，差不多1旧的，可是接触国创比赛，也还冲过的。国二，现在呢？大2，现在大1，大1，对那很久了，有好几年7了。年的时间。对，差不多。之前没有来参加安尼比赛嘛，对吗？嘿，那个国2的时候，哇，可是就是国2的时候，就是没有进入6强决定赛，然后这次卷土重来，再来一次。对那一路行都给，算是值得啦。吼对，感动哈。安尼 tell you 来唱一下欣赏的公平啦，好准备唱一条歌叶。嘉修老师，譬如我是感觉吼，你伫遐唱歌甲还蛮多跳舞爱用去气氛啦。我其实讲讲，你在国中的时候，你来参加比赛，然后你伫遐唱歌，含就着那个还没长大，很轻后上加嘅上跳嘅种上，所以说直接从喉咙发音。唱歌某个实在个都从丹田出来的，哎，个柔力较太白的东西，轻大爽。还有这点，感觉轻大爽的时候才是讲哦，你个咬字吼，实在讲，你客家话吼，唔要按简单讲，24按用hin，像田香、田米香，香是有按用个音夹起来，唱歌甲你最要记分层在不同的位置上，所以口型会变，紧变甲你就会感觉讲，你唱起来上没变，还有呢，尤其是尾音甲，你就唔会讲音就冇准，吼，加油，好不好？好。好，安子姐安尼就来看大家分数咯。好，批员的分数。就这一分，就是这个分数要再加油哦，好吧？啊，还在发酵当中，继续加油，好替礼拜赶快速成。哎呀，好，后面还有好几个礼拜，加油啊！好，谢谢。好了，回到下期，撒哈来，潘以涵带队撸，好嘞，糖啦。过去的我在音乐的路上很没信心，也不觉得自己可以站上舞台。但是因为一些机缘跟贵人的帮助，让我可以有机会及信心再次的唱起歌。
未来一步步逐梦踏实，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呈现给大家。咚咚咚咚，那开发路，开发路，太树下有个梦，向世界顶韩国的路，更加移动移动的步，有心无有感动。楚晴你好，棒哦！特别看创作日带了无空用那个狗路个部分哈，真的，对，每一次都挑战自己。对，是。那你觉得你的歌唱路是平顺的还是坎坷的？其实也没有办法讲到平顺或坎坷，因为我真正拿到麦克风唱歌是这大概2-3年才开始唱。小时候没有，比如说在家里卡拉 OK， 或是去哪里卡拉 OK 唱？因为别人都太会唱，我不敢唱。我觉得我声音，唱出来好像不知道什么动物在唱歌，很难听。哦，唐老鸭。就是乌鸦还鸭子就很难听。你自己觉得很难听？对，因为我爸爸的声音是那种很洪亮的，然后我就是走比较文青的路线，闷闷的那种。对，我所以看我痴心呐。可能在你们那个族群里面，比起来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远面的青山白徜徉。张军歌对，真的吗？就是这么的洪亮，直直的去。对。这我是说我爸坏话吗？爸爸啦妈妈啦叫我去流浪，一面走路一面掉眼泪。
流浪到哪里？流浪到台北，寻找我的心上人。我跟你讲，他只要呢每个礼拜是遇到你的话，他就会一直练这个歌词，他就逮到机会，他就是要把这个唱出来。好，对，我们要忍耐一下下。对，我还有，不用了，听下一次，还有6礼拜，还有。不是，他的声音真的是很特殊，真的没有人有的，很清亮。对，真的很棒。好，那老师，哲伟老师也对你的声音也非常的推崇。对啊，哲伟老师，谢谢。其實我一開始我就對遺憾有當到嘅期待哈。就像陳雙老師唱過嘅《Anything to D》，不管係閉上眼睛，不管張開眼睛，一聽就知道是陳雙老師。遺憾記住你安尼特點哈。金碧那首歌曲，它每一個歌的層次真的做得非常的好。你把這首歌的主要精神係用小講來發唱出來，還唔過他大聲的聽一遍那主歌回來的時候，它其實力道就變軟了。天啊天公，愛永恆是本。有時候你有一些歌你唱太出來了，你都不要一直衝嘛。有陣時有啲歌誒，你要回來有種說話的感覺，要攏他個講你的故事。所以接下來你要做的不只是唱出來，你要讓你的聲音，還有你在歌曲的表現當中做得更細緻一點。好，所以接下來有好幾週，我很期待你殺下來表現，加油！好，謝謝。那得陳雙老師，你聽到他唱歌，你覺得怎麼樣？我感覺哈，一條歌曲，你可以再改一些，係我感覺你的表現哈可以再改一些。原 key 可能key 可能不太是太大嘅，可以再嘗試高半 key， 高2個半 key 安尼。佢後尾嘅時節，搞不好佢邊可能衝都衝上去嘅呀。哦，係啊，要研究一下的哈。好，深夢欣賞。好，那你這裡加看2個分數咯。來，潘逸涵的分數。61分。61分還好呢。還要再加油。加油哦。好，謝謝，啊，合作休息。接下來，陳松娟帶來《Grateful》。哦。英文歌。英文歌啊，來打過來。像你參加過青島的節目的歌唱比賽，對不對？也沒有很多。哪有全部電視台的歌唱比賽都讓你比完啦？都是海選，然後海選就沒有了，都沒有進，真的啊。就會一分你。我就想說啊，那兒子女兒也可以，我也可以這樣子。小孩那麼容易就可以拿到獎金，老娘哦，跟你說。Grateful 是感激、感恩的意思。我想要借由这首歌呢，来表达我对客家电视台的感激还有感谢。谢谢客家电视台，让我在回来台湾的时候有第一次上电视曝光的机会。那也谢谢观众朋友，还有支持我的所有粉丝们，谢谢大家，谢谢客家电视台，谢谢你们。Check it out， 愛行過看摸日頭，睇數感覺看愛太少，係用勁唔知何走，係觀眾嘅想法唔知累到，用愛變下了太部分，觀察了想法嘅太舒服，就從老我會負你愛上愛的，下一片你嘅自己你上你的，做點麼，上在擺本你做點麼，唔是老愛講你做唔到。發送手機愛做上到，倆香味就留啲倆味，好讓愛當你見過倆味，你倆動也會唔記得幾時，唔講愛嘅回憶還真開始，就用你當嘢，也係做唔得唔記得，用你定愛嘅身邊 every day，就用你當嘢。
就用你当夜黑黑，心母意，心母意用爱 bring 你，马该所在上的全满意，马该所在条条看公义，公业有 fit in。就用伊慢慢的逼近，错的习惯的所在电影，强行爱当中的你讲的你，本意就是一个爱你，爱念伊卖出爱嘅生气，爱发现你只是当爱搞，在爱嘅面前变得当袂了，当上帝后袂让伊爆脸，当上就用伊定爱会快你水体，爱上改可以当幸福的，希望改因伊当比例。牵你的手不用提，莫不用提，你老爱讲爱咋黑？就用你当夜，就用你当夜黑，让他黑总得不记得，用你定爱的身边 every day。就用你当夜，就用你当夜黑，心母你，心母你用爱陪你。我黑总得不记得，用一定爱的身边 every day。我黑总得不记得，用一定爱的身边 every day。我黑总得不记得，用一定爱的身边 every day。哈哈 ，one more time， 哈。就用你当夜，就用你当夜黑，让他黑总得不记得，用一定爱的身边 every day。就用你当夜，就用你当夜黑，心母意，心母意用爱陪你。对啦，主要按你这样对啦。大哥好，哇，你看唱歌唱安久，那个根本一张琴都也给搞路了。对呀，要搞路啊！之前跟全部都做嘛个东西？根本按你这样错啦。这个很难背啊。就故意不跟你干。对。哦。今天这种，你看这种嘻哈打扮，客家有嘻哈。有，现在中国没嘻哈了，客家还有嘻哈。对，因为中国没嘻哈，我要搬来客家来唱，是。哎，不过哈，像你参加过青岛的节目的歌唱比赛，对不对？也没有很多量，就是我们哪有全部电视台的歌唱比赛让你比完啦？对，已经乱过一圈了。都是海选啊，然后海选就没有了，都没有进，真的啊。那时候刚回来台湾的时候，2015年刚回来台湾。然后参加了在10场海选，然后那时候遇到你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也要被淘汰了。是啊，然后结果你跟我讲说，我印象很深，你就跟我讲说，如果我跟你说你唱的比林冠群好很多，会不会太侮辱你？你跟我这样讲。可是我有讲这种话。有，那时候跟我这样讲。怎么会这样子？对哦，你是因为他那天不在，所以你可能故意要做笑话。我说那一天是我们客家的这个节目的海选。对。那你总共参加这么多个海选，啊，其他节目都没有上？就客家电视台闹热打一台让你上了这样。对啊，所以我非常的感激闹热打一台给我这个机会。总归一句啊，做任何兴趣、任何事情坚持啦。对，坚持下去，很棒的，好不好？加油！谢谢。好，这个张慧茹老师，老师好。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要跟你说的不是讲评，我反倒是要跟你说嘻哈应该要怎么唱。好，那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其实，因为你说话的方式，你会这样连起来，但是唱嘻哈绝对不可以这样。像你前面的那个甚至都没有到位，你是是不行的。你去想想，有某一个点可以让你爆出这个东西，那个感觉不一样，这个要多传。这个声音有时候在厕所的时候就会。那个是好，不是好，然后那个。有音的地方走 demo 那个地方，你有音的地方就该有音，然后要断的时候就要断，因为你断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你就一直抢拍，整首歌都在抢，很可惜。做 demo， 上在摆本意做 demo。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我其实有在注意看，你身体的律动也要有，那个
不是这样子的律动哦，是有点的哦，是有点的哦。你有这个才会，哒，要有点，不可以一片。今天我觉得今天不算讲评，我觉得反倒是给你更多的建议，告诉你怎么去唱这个歌，相信将来你会更好，加油！好，谢谢老师。看分数，好。好，陈崇给的分数。可以了，91。但我真的这种尝试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新鲜。对，我们都很喜欢的。对啊，对。其实进入6强了，我觉得也不一定光就是想要有前几名，要到最好的成绩。可以发挥自己很多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歌路，挑战一下自己，好不好？分数不好也没关系啊。好。玩一玩啊，多尝试啊。OK， 对不对？好。好，加油！谢谢海云姐，谢谢老师，谢谢。好，我再休息啊。分数不好没关系，那你刚抽。对。反正都这样子了。是的，对不对？就加油嘛，好，来，杀来。林生一带来就会改你。来，唐官了哈。这条音乐路呢，虽然路程我走得很辛苦，但是我走得非常的开心快乐。那我会持续这样的热情，继续把客家歌曲传唱下去。那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支持我，谢谢大家。肯定一面风，风最高曲到半天高嘅勇氣，愛喜歡。肯定一面拍拍緊緊總總 say sorry 嘅勇氣，愛喜歡。愛喜歡你太辣辣嘅故事，愛喜歡你牙牙大大嘅表情，愛喜歡你緊緊總總 say sorry。哇哦哦哇哦哇哇哦 I love you so much。肯定你個無天濃濃濃濃比數百個嘅勇氣，愛喜歡。肯定你指指點點老愛分享你頭擺嘅相片，愛喜歡。愛喜歡你老愛叫數字，愛喜歡你老愛講心事，愛喜歡你所有嘅故事。哇哦哦哇哦哇哇哦 I love you so much。就會喜歡你。就會喜歡你，就會喜歡你，就會喜歡你，就會喜歡你。哇哦哦 baby， 就會喜歡你哦。就會喜歡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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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迄份意。哦 baby， 就是迄份意啦。心怡你好，心怡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那个我儿子女儿的吉他老师。哇，老师都派上用场啦。是，我还以为你们是街头艺人的组合嘞。有想过，有想过，对，因为刚刚我们刚刚在门口就碰到你们2位嘛，就站在门口那边，然后就自弹自唱啊。是。对啊，就插了一个箱子放那个功德箱真的插那个。对。今日带来跳歌的嘛个原因呢？就是走这一条音乐路啊，其实跌跌撞撞的。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半工半读，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样。所以之前就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学钢琴，这一条路就有点断了。学过钢琴？对，就学了10几年这样。然后后来就断了这条路，因为半工半读。很辛苦。对，然后后来就没有再继续走这一条。然后后来呢，就是结婚生子以后，然后发现，哇，原来客家歌就是有很多客家的老师在传承，然后就带儿子女儿去，结果没想到他们的比赛都非常的那个精彩，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客家歌可以这么不一样，跟我想象的很美，对，完全不一样。那我就想说啊，那儿子女儿也可以，我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就老师也顺便帮我报名这样，然后就一路上这样走了。本来只是带小孩去参加比赛或者是学习这样。对，就妈妈也跳下去了。对，他之前带2个小孩来奖金挑战赛，他就这样子哦，小孩那么容易就可以拿到奖金，老娘哦，可拼了，就来比赛了。对。那刚好小孩也太小，还没有符合比赛资格，一就来给。对，听说他爱到那种脚都快断掉了，还上台去比赛。爱到发炎都上去了。爱到发炎。就主动天川日比赛，对，然后有亲子组的比赛。那我跟女儿其实准备了好几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对，然后就还是跟女儿上去唱这样，结果就是很荣幸的拿了亲子组第1名。哇！对，然后恭喜恭喜！对，然后当天晚上其实我是不能够陪她，就是在那里颁奖典礼，因为她有走红地毯，我就请我妈妈跟她走。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医院在急诊了，就是准备膝盖开刀这样，然后就住了个6天。让你失去了走红地毯的机会。爱到发炎了，都也不忘情唱歌。爱的发炎呢？对啊，就很喜欢。那天老师有去吗？那天没有。哦，那天老师是幕后的那个推手。小孩好教吗？他的小孩？他的小孩有没有很潜力？很皮，但是很有天分，对，非常会唱歌。那尤其哥哥现在声音正在变声嘛，对不对？因为小6了，妹妹的声音真的跟妈妈很像，长大一定是很像。老师你要好好指导一下。对，我会尽力，好，大家今日去冲突的嘛哈。是。来抢一下线上的公平，我们听一下老师讲评。基本上每一个参赛者，你如果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如果给自己压力，你一定告诉自己我要唱的多好，那一定会达到反效果，一定会做反效果出来。所以呢，你在唱一首歌 K 会时候是很简单，你把心情放轻松，好像你在洗澡的时候，在你最舒服的时候唱这首歌，要把那个活泼跟轻松表现出来。那今天心怡这一点有比较差一点，在歌曲的活泼度上面，你的声音的表现比较没有那么轻松，就是声音你的声音还是很好哈，你往日的歌唱实力水准还是有达到。但是呢，就是说在进一步对歌曲诠释这一块呢，可能需要加强一点。那其他的我觉得都很 OK， 你有达到往日我印象中你的实力，就是这样。所以那后面要怎么精进，要多去思考一下的问题哈。好，加油。好，呛一下陈松老师。好。因为其实根本上伊唱的时间可以不用轻松一些，就是就气氛就是听一句的时间，你就是会
就黑一分你就不见了，贵兄你已经没有气了。就黑一分你，就黑一分你。好，也我嘅建议啊，快些哈，老师。谢谢。就这样子，你就看一下人家分数了哈。林胜一分数。什么新三？目前高分中。表示他今天表现得不错，罗老师张宇医生3分呢。亚叔国外嘛，其实哈比冲的哈，冬后糖呢，好幸福洋溢甜哦，的歌很适合你，对不对？是。我们一起来介绍下一组的参赛者哦哈。来，我今日带来强强蹦蹦嘅。好，嚟彈噶啦嚇。跳擺藝行忙學習下創作嘅歌曲嘅時間，阿爸就是從老藝講要活到老學到老。古時候藝想講亞洲歌曲強強蹦蹦嘅食材，就是阿爸平常常常在叮咛我的話，寫在這個曲子裡面，希望可以提醒自己。每老大家分享講亞洲歌曲獻給正在努力的自家，獻給正在努力嘅大家。你在那黑寂寞孤獨的，先和自己對話，遙望內心深處靈魂的時刻，轉化成為養分。對此，希望能激勵自己，獻給正在努力的你。你看改變，你走。蹦蹦嘅，你看改變，在你祝福嘅手上，好過你的紅一看，紅一看，冇空你感受。好空，快，你的汗，你的眼，各自给天平，看送給我一生你。時間記比啊比，鳥愛狗你愛，感覺用一個母子，將門一時間夢，時間繁華，哦，將門一情將給發，冇講你感受。好講你真經，為冇太空，讓改變翻好夢，好夢，好夢，呀呀咪的哈，呀呀給咪的呀，都係唱唱歌自己唱，比
哇哦！啊，好棒，好棒，好棒！哇，三位好，叶超，哎，杨妞，条哥你下下，应该这个下嘅，强强蹦蹦嘅，就是一个一个这个人引神的过程。对，那本来这首歌 MV 前面是说创作是寂寞孤独的，是。那要不然俺就跟他们一起 play 这首歌，然后也是在体会每一个人人生的编发。人生就像一首歌一样哦。对，一首歌一个戏，然后就像爸爸说的，就是我爸常常跟我说，人生要活到老学到老。这以前都觉得没有什么在听他说话，是。但是现在回想当时写这首歌，其实也是把爸爸对我的耳提面命的那个努力上忙大标，然后人生这个歌词里面，不管讲到说是某情跟爱呀，还是每一滴汗、每一个血都是强强蹦蹦给墙壁。这一点我在你身上真的有看到，因为说真的，已经得到金曲奖的，已经算是这个音乐界的一个最高的殊荣了。他还愿意放下身段来我们节目这样参加比赛。要给比赛，我们的节目很好啊，是很好啦，对，最高殿堂了。比赛，所以你也不想放弃它，不想放弃，而且你还一直在追求、在学习很多东西。觉得我嘅客家話就是第一嘅舞台，老太家共好來學習，就每一個參賽的朋友都是我客家話嘅欣賞。對。好，很棒，很棒，真的好棒，好棒。是，好，我们来谈一下那位欣赏的公平啊，阿公。我觉得雨乔在这个整个演唱的过程当中，你们三个的旋律的结合是没有问题的，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雨乔的客家话可以在唱的时候更完整的把一些平常我们在挑其他歌手的那些咬字呢，能够再加一点点，比如说像转鼻音啊或什么的。那因为你中国是用气声嘛，所以上他就有些东西他就做没有完整。其实做到某亲出家是亲大宋，像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没有做到，那就是金曲奖歌后麻烦你再加油一点，把它做到更完美，这样好吧？好。对，真的很特殊了，很特殊，很棒。特别好。如果老师补充吗？亚述国的给面的编曲，那我之前弹过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给面的编曲它轻。非常轻，所以这个时候主唱的实力就非常重要了。他能够，你的实力好不好，其实在这里就见真章了。那我今天给雨乔再一次的肯定，你又往前跨了一大步，加油加油，谢谢。好，谢谢欣赏。好，安子说，这个看一下分数了哈，看罗国立老师我分给多分。好，下面你是你分呢？好的，来扣分数。旗开得胜啊！继续加油，46分哦。这个积分赛第一礼拜就拿到很高分呢，哎呀，加油哦！继续加油，继续保持海一哈。对吧？不，这个分数还有6个礼拜，你不要起起落落哈，一定要这样。拧神呐！拧神呐！总是孤独。宽快了，宽快了。孤独。谢谢2位老师来帮忙。两位下礼拜还会来吗？我先帮他问啊。看小康老师会不会很累啊？我看他最近有没有解面腔哈。我本人非常肯定自带乐手这种行为。所以那边给到24分，对不对？啊，好棒，好棒，好棒。好嘞，杀下来哈。係，向下介紹下一組嘅參賽朋友。飛行嘅成功嘅，成功跳，成功跳。好嘞，大家嚟。到家鋪煮飯嘅樣。冲绳也是好猛大，所以他觉得我这样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就像《阿甘正传》一样的，做什么事情就傻傻的，就一直做，一直做。对。开山了先来上啊！天文講要再寫下字嘅，咩寫下字啊？歡迎解哦，歡迎解。分到嘅時間就電下嚟就少啲喺辭工啊。哦，辭工。佢賣完我冇人制。哎呦，安尼啊？係啊。啊，有抽鑰匙嗎？係啊。咁主要按到車啊。
基本音乐重改歌舞是一条美国民谣，它的曲是美国民谣，不过是谢宇月老师给重新写过改词。该两条歌舞是本来上到头摆阿妈给创头讲爱动用乐担，所以做事情是好容易成功。不过我是都自家做音乐两条路，但我匆匆唔记得当初自家是为到嘛个做音乐，该到该从两条歌舞个时间，我是去到歌舞个歌词，其实是让我讲，我到音乐路当个答案是做唔得回头爱继续向前向头前看，是像是阿妈教我个空用。死昂跳，你愛叫好嗎？聲音氣掉種種紅疤。哦，死昂跳，你敢要披到老火房，一走嘅香。落家鋪煮飯嘅樣，哦，死昂跳。希望大家哎呦，哇，慧清，今天好优雅哦。对啊，你真徜徉哎，来靠近你。怎么每次唱完歌都要这样？如释重负，哎。你唱完才在表现你的气音，是不是？啊，用班先要入生翁头啊。生翁头的意思是笨的意思吗？傻孩子吧？哦，傻孩子、傻丫头的意思。所以是谁说过你是生翁头？阿妈。阿妈，对，就是阿妈。阿妈。伊讲从小是好乐担，就是傻傻，对。所以他觉得我这样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哦。真的因为傻傻的，对，就像《阿甘正传》一样这样子哦，做什么事情就傻傻的，就一直做，一直做。对耶。可是我觉得这都音乐路，我觉得我就该乐担是唔简单。哦。对。哎，你知道吗？按10年的时间哈，细细后生的时间就真的担动态啊。乜个都唔惊啊。乜个唔惊啊，就模像安多啊。系啊。后来年纪慢慢增长，有声音了以后就考虑的东西比较多，对。想特别多。对呀。是。所以跌跌撞撞，起起落落。音乐这条路，马 Q 用有跌跌撞撞吗？对，
然后我比较意外的是，就105学年度那个妈妈浪爱琼哈虫，他就是入围了那个全国乡土歌谣合唱比赛，就是国中组的指定曲。对，就他们国中的合唱团都一定要唱这首歌。对，今天真的表现的，我这个吃都还不错了哈。老师们我就不知道了，看这位老师今天是要教训你，还是要称赞你？对。没啦，这位老师，我先问哦，你是感冒吗？对不对？你是感冒，因为因爱对你上瘾的了解出来讲，应该你上唔咩呢？有2-3只地方根本就是都已经破了。必须要比自己的耐力，自己身体不好，这其实也是算在分数里面的哈。这个所有参赛者都要注意2件事情哈。还有呢，刚刚跟慧茹老师讨教了一下，我们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接下来你要去做修正。你讲话乱呢，我知道啊，我知道，就是你都没有把嘴型张开哦。你有没有发现，鼓手讲的第唱掉出高 Q 的时间，你就产生了这个问题了。这个歌算是你必须要有一点点像高音的地方，老师说的很好，你嘴巴里要有空间，那个厚度才做得出来。啦啦啦啦，有没有？不是啦啦啦啦，有没有？力量在嗓出某空用啊，因为你没有在你嘴巴里面留空间，所以那个厚度做不出来。鼓手讲，沙来唱歌的空用，不管嘛该各位。接下来你的口型要特别注意了，好不好？加油哦！好，安子生，谢谢。好，那你这来看一下分数了哈，来。刘飞琴的分数。50分。今天你的分数是？我知道，没关系。没关系。对。后面还有5个礼拜，你要好好加油。加油哈！好。加油，好，后面加油。OK， 好，回座休息。係啊，也到傳統組嘅比賽啦，哈。係喲，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啊，那所有的觀眾朋友啦，哈。這兩年啊，聽見鬧熱執行的人氣王嘅票選活動哦。哇！存3日天啦，哈。存3日天係咪哈？冇錯，只要為了自己支持的選手呢投票，就有機會得到特別的小獎品咯。哎呦，係乜嘅獎品呢？哈？唔知咧，我賣一個關子咧，所以要搶大家咯，因鬧熱大腿粉絲團。按個讚，然後提示家支持的選手投下一票，就有機會得到咯。對，啊，呢也就所有參賽朋友啊，你要做去來票啊，哦，去來票啊，本日嘅粉絲哦，來投本日就本日，看奈做人氣王嘛，好嘛，加油！係，安尼加進行今日比賽啦，哈。比賽之前呢，介紹評審先生，李秋霞先生，車克嘅先生，江雲玉先生，賴元志先生。今天有乜主題嘛？哎呦，該唱到秋夏先生嚟講一下咯。這禮拜主題就會難忘的5月節，大家知講嘛？5月節係乜嘅？是會遊桐花盛開的時節，漫山遍野都拍謝謝。所以呢禮拜嘅那個桐花節，呢客家嘅大師啦，先說明，你就會將嘢歌詞，桐花節嘅氣勢用歌詞然後給填出來，然後演唱。當然最重要嘅，唔記得。歌詞啊，冇跌板啊，人民要做比獎啊，萬喜老師注意加油！好，加油啊！真的。5月寫的哈，你是看過桐花嗎？我是看過啊，按講我禮拜一看的時間都是已經快凋謝了。你米農咁有桐花？米農冇，青島山冇桐花。米農冇桐花？桐花攏係我知道的是攏喺北部比較多。北部較多哈，對。像苗栗啊，三彩就整個浪漫3條線有沒有？浪漫台山線啊！浪漫台山線啊，沿路都是這個很漂亮的5月雪。很漂亮。我還曾經去過一個，這個苗栗有一個叫桐花的一個民宿，好漂亮，那個桐花，它有一棵大桐花哈，是桐花樹，大概我們人抱起來要2-3個人才可以。按胎哦，這麼大的桐花樹，按粗哦，哇，那掉下來的這個桐花，滿地好漂亮哦。所以啊，一個地方啊，吼，
牛哥讲的，大家有机会发落去看那是哦，某一天哦，我提一片多多眼的亮啥哦，好啦，来，加进行今日的比赛哈 ，TV 参赛朋友。范晴海已经要带来3个字。来，谈看啦哈。五道顶，我哋是演日出嘅，通化贵有道理，也係我哋客家人最鬧熱嘅時節，尤其我推山前上，要當到同我哋山特色山頭，也當到係通化好看，也當到美食好嚟食，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嚟交流。所以安慰骑的重机，一重机啊吼重机无法度骑到高速公路吼。快速道路做的，高速公路还在争取当中。刚我骑重机看通发无？袂啊。好，我载小姐嘛。就去看无啦。会载小姐吗？无自家去啊。根本讲有载下子的，你偏爱。你眼睛不能看我们。每个就堵多啦。系啊，每个就100公里去看通化，啊就堵多。就往山个大山背个到去。太山龟哦。佢有讲迄关键没有咩？嗰陣我就啲個度停下來一下，就給順頭有先給順補養人啊。沒寫日子啊。歡迎假歡迎假，補養人係歡迎假哈。鎖女。鎖女。係啊，看到嘅時節就停下來，佢就看到嚇，你講埋講就全部行過來啊。行過來就。然後係同阿合照，佢講合照啊。然後當時有查幾多個道去。你講到太陽神來係咪？沒有屯合照，要屯奧多拜合照。主要佢話看到奧多拜啊。啊，有快些冇跟合照啊？你是說？沒有，佢就合照都係冇搏下來時間，佢哋笑到哈哈滾啊。哦，用吧。而家都係小伙子啊。打佢。係啊。哦。老虎誒！佢叫唔懂什麼啊？唔係啊，而家就哋喺起哄啊。哦。起哄。佢罵人，我本來知。哎呦，安尼哦。係啊。啊，有抽鑰匙嗎？係啊。講住按到這啊，邊個啊？啊，都不應該抽鑰匙。佢要嘛？喺後來要追嘛？冇啦。冇追啊。聽講唔係會當 healthy 啲嘛？冇追到，係啊。冇料到天吧？要協商咧，對話嗬。
冇留到天花，冇联络到，就给相片也都冇拿到了，冇。很难受，后悔。还是心灵不安定啊。冇啦，佢临时拄到记到嘢，原来啊，你就唔好過年唔就當然去好多擺去給他電。電緣分。好，電緣分個有限就可以，要把握當下。一年養100哦，吼。係，余唱的秋夏先生。好嘞。係，安尼秦海雄吼，伊經過按多關咧，吼，參賽到了，今日唱個潤順，那平平順順。我一平一順的就講，就表示你嘅感情、聲音嘅表情冇變落去。吼，唱歌喜怒哀樂啊，你要詮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行啲說歌詞，我講5月拍攝哈，你唱到5月啦，又唔係去到5，所以你到5，我哋發現第二首詩是唔錯嘅。5月了，盼來節啦。那我一隻是演客家，唔好演客家，客家人。吼，你牛市從人講話，讀書你要書興一上，書女要書學三上，所以你是用在那邊，所以你絕對將你歌詞嘅思咬比爭一樣的作用。哦，所以你今日你要說歌曲5月的5是牛市唔錯，演客家唔好客家，吼，你就讀詩吼。你啲今日你用啊太細用都冇講清楚，唔可能要被緊張咧，因為雜都強數嘛。所以唔講人就講，必須多啲位了，雜按強，我那分數我那伯仲之間啦，你就要麼呢？你用平常心去唱，用一平常，你嘅成績就會再好。所以我希望你加油哦！好，謝謝。好，按字好了好了，我們畢業啦。好，我哋看一下人嘅分數。好，謝謝。范晴慧分數。謝謝。就是喜歡呢，平平順順就是喜歡呢。啱啱你過嚟，叫做4分算5分哦，讚，加油啊哈！係啊，累積分數係踢禮拜嘛哈。好，踢禮拜7開得勝，係啊。有7禮拜啊？我按要比6禮拜。哦，6禮拜踢7禮拜會存5場。哦。係。好。好，所以還會可能會猜對一下哈。好。大家注意哦，好，成績當地伯仲之間哦，哈。伯仲之間，這些好，謝謝，來，做一邊當，沙來。喜米勇今日帶來平淡。來，等下啦哈。漫山路開那邊啊。桐油係適用的嘛？自雜啊，全部切桐油啊。用的係你。物品當吼，藝術品當，沒，種的是，我被講了用詞的。路高山下嘞。現在我手上就有5、6個節目。那很強哦。難怪我們現，你有沒有覺得我們現在那個童話季那個活動就變很少？你都啥漏的啦？漏誒，漏。邊個行啊漏？你講咩嘛？係咪好散啊？來老太自家分享，特別童話季喺老了老上班時間，我童話季應用蠻高呢，又有乜嘅成績好高嘅東西呢？太自家來聽嚟唱歌哦。有童啊！
欢迎。两位主持人哈。你好哈，谢道歌后，嘿。穴道歌后，对对对，淋巴歌后。淋巴歌。哎呀。还有嘛个？的时间啊。还有嘛个？的时间嘿呀，忘记。忘记。的时间嘿。他都常常会忘记5月的事。对啦，忘归啦。忘啦，还忘头发忘归啦。你忘归啦，你捞钱的好时机啦。为什么同花你就可以捞钱？因为我哋可以做乐事。做几个同花机会几张嘢，唔当日做啲表演。冇啦，上次我就拍啲床啊。我假冲过我假冲过，自弹自唱啊。冇啦，自弹自唱，弹到起是唔晓唱咧。今日带来啊两支啊个衫咧。遐迄外头童话龟啲 DIY。有唱太师写的诗啊！谢齐国老师是不是？啊，真的吗？是不是？你看谢齐国老师佢嘅飞啊，我都参加佢。也是齐国。谢齐国老师哎。咁係。有人音的呢。係啊，你一年冇學白嘅。所以老師也係唔白嘅嗎？也唔係白嘅。跟住我咩我哋噴桐花節嘅時間哈，當到要自家愛寫呀做得，黑面寫呀做得。好，再加我哋會中醫協會理事長嘅演嘅事，哎呀，佢要推表示，當地國也係在桐花節攀呢，發通嗬，伴大家分享。改咗演呢都加當記得嘅。係啊，哦，這個好誒。真的，讚。我啱啲，原來桐花季有這麼多的活動誒。有，對啊，從2013年開始啊，有冇等人嚟去？哦，2012是有咯。哦，2003年啊，我說從2003年客家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後就開始推廣這個，要不然我們的特別細跟桐花為伍，細喊個白嘅那個桐花字，哦，桐花字可以做乜嘅咧？做油啊。哦。係啊。桐花籽油，桐花籽油。桐花嘅油。係咁係，可以。桐油嘛，桐油係食用嘅嘛。迄是用啊，還裹面呢，還按摩。人面弄嗰片呢油紙傘啊，就用桐油切的頭髮。哦，桐油切哦。係啊，係幾防水啊，所以頭髮有冇自雜啊？哈，全部切桐油啊。好，所以要桐子拿來澆回來打油啊。哦，所以桐子油是用的安尼。物品當方，藝術品當方，沒，種的是，哦，我被講了用詞的，啊，特別好，來，啊，沖提了嘛哈，沖提了，來唐市長的公平咧，蔡先生，來，希望用手機哈帶來平板，今日嘅主題就係油桐花啦哈，所以大家也嗰時一定離開。離不開一個油桐花。漫山啊，咩漫山？我注意啊，可能在啊，因為你本身也唔係客家人，所以在咬字方面就要去注意下。漫山油桐嚇，改編油桐花，還有花落嚇，一則是我知道你在專業方面是哈，花落了油那唱，好像有一點斷。有一些咧，用個腔言斷成四樣嘅，自家再注意下，在夾嘅專業嘅時節，小哥注意下。花落有那腔啊！各位，廠啊有講過，我哋也全部都進入到研討嘅，千點我標強送嚟廠，你講係放開啦，標開啦。冇話之後，人哋也廠哦，全部係叫冇廠嘅嘛。壓抑。當多少壓力造成嗬，全部標唔開。嗬，所以嗬，以後分數一定會多少影響，一定要注意。好，再加油哈。好，來看一下分數來。李明勇嘅分數。沈夢先生，你沒有壓抑耶，你95分呢，哎呀，你的油桐花，哎呀，沈夢，放開來一點，放開，放開，謝謝，好啦，加油，謝謝，哎呀，給你，也給送俾你，好啊，唔怕，這很貴重誒，你冇人發咧，有
底杯提示的。哦，啊，唔也给较强。哦，本年。哎呦，300码的，300码。我按高分好有先，係攞去零碎。好啦，沙啦你哋。唔缺乏，唔缺難啊，唔缺乏。對不起，再來一個 ，sorry。哎，來，反正唔缺難帶來一條歌，帶乜嘢歌啊？三國志，係。大家好，大家同花枝唔掉迄個料呢？今本日我來介紹同花青醬的味素，適合全家大細共下來料。啲下大家聽下來去哦。就同了山那片那满山了然那，怕风了日呀，翻进了长秋冬了让那热吧，发有了枪那，世界赢了多啊，又开了放啊。兩位主持人，扣籃機，快些哦，係跟我命嘅曲法。不差缺乏。很帶楊梅啦，哈。楊梅，什麼叫那個地方有一個名字叫東山哦？東山山莊對面全部滿山的桐花。哦。滿山的桐花，但是楊梅都用同嘅擼動案嘅啦。哦，所以有啲步道，係嘛？有嘅有料。有料。做土生年太年就去。我是東江啊，哦，但係桐花節要疊滿露珠迄。係我家先生咩當年都該舉辦那個桐花節啊。哦。舉辦嘢跳舞啦。唱歌跳舞。有去冇？有啦。你有去唱啊？有去跳啊？我唱歌，要帶舞團去。咁厲害啊！哦，跟住唱乜歌？唱桐花流行歌。唱來數啊！芳春途內，翠林花。因為啲唱歌一樣嘅咯。翠林。哦，18歌跳啦。哦，歌跳。我嘅音樂係跳恰恰呢。啊？也跳歌跳恰恰。音樂跳恰恰。老師恰恰。音樂跳恰恰啦。也跳歌恰恰。對。好，你好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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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要下轉哦。哦，輕微跳嘞。哎呦。哦，輕微跳嘞。哎呦哦。師傅會要喎。有啊，特別要跳舞。要跳啊。我一班人出門跳舞，演唱不懂婀娜。哦，真的啊。真的。你老公有婀娜到。很輕巧啊。佢全部留下玉人嘅分啊。哦，唔單止會唱歌舞，咪跳了清河咧。係咪好棒哦。啊，今日咪唱到以後，講真，嚟，等一下先上到講邊啊。江老師。
吴小姐好哈，我从唐山过啊，唐人将，唐上将是非常的理想哈。吴小姐你的歌声也非常的有韵味啊。不过呢，我才今天弹起来，是到遇到的秀美啊，冇记起到清楚，歌声是遇到尼的天生一种，遇到沙哑。有的安尼弹进，耳机做得弹到一清楚哈。就同了山那片啊，满山了然那但是你的散歌唱得非常的好啊，如同上篇跟老嘅像李秋霞老师佢非常嘅強調，上篇哈俩方面呢就是可以唱到非常嘅好嘅時節，俩的小細節哈，你做得注意到的話，那你就會散歌又好上又獎哈，是冇嘢。先生，謝謝，先生。好嘞，來看一下粉絲哈。扣咱的分數。94分，要一強了啊！恭喜恭喜，按自己啊！什麼分享？好嘞，好，可以做消息啊。好來，殺下來呢？賴清妍帶來羅山歌。好來，彈歌啦哈，來。各位鄉親，大家好！今年一土嘅通化季又開始了。往年我是又是這個新竹新竹也有這個表演，突然也表演，前多為所，政府就希望是表演，希望重本大家彈。也有當多好事的，也有財寶有青板，很當多好事的，炒米粉嗰啲，今年也重陽也希望前多為所了，希望大家我會繼續唱歌本大家彈，謝謝。歌上了唱歌江南，同发了。開采呀，恩客莊那，同發迷生。頭來呀，親親向那，什麼大家？兩位主持人好。哦，用什麼樣一創啊？創到面縫縫啊你啊！哦，係喲係喏，變落去嘅呢。係咪？係啊，T10天咧，累積分數T10按變了嘛咯。沒有，今天拿出3分，3分3分力，3分力，這人慢慢就趴在地上。好啦，今日介紹我們來搭日本，係啊。頭主苗嘅同化鬼我全部有試過。
去做嘛？行了吗？行了表演全部有啦。你印象最深刻的？现在我手上就有5、6个节目。啊？难怪呀。做节目哦。对啊。所以你们唱，人家邀请我的啦。那安强呢？难怪我们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那个童话季那个活动就变很少？对啊，只剩下刚开始的时候，哦，童话季我们也是跑的，只剩下那个新灯半截。嘿，再来天传一嘛边唱天传一模啦，冇安尼分啦，还唱过100嘞。你留啥漏的啦？漏诶，漏啦。你行个漏，你讲的嘛？咩休上哈？咩休上？哦，5、6个节目哎。所以哎呦，哦，穿帮了哎。冇啦，有到迄义务性的啦，义工啊，哎呀。你讲做5、6个节目，做嘛个呀？去表演啊。古天呢？啊，你是企划。人香啊，也是去啊。就创国文他个堂，是吧？系啦系啦。哦，对。好厉害哦。对呀，安尼要同好啊，讲真诶，你安尼节目出来啊，最近啊文他个发觉到。啊，原来半夜都有发通的时间，注意共襄盛举。对。你唱国文他个5、6他个一下，要同好啊。对。懂得嘛？这样的呢。对呀。好，继续了。好，羡慕一下。好了，来唱一下欣赏的歌品。来，认真欣赏。来青年欣赏，今日唱罗山歌哈。其实有动态有诗呢，那个动态有诗题也上拉歌，爆满啊。好，但是那是叫做山用啊哈，我记得啦。今日唱罗山歌呢，因为罗山歌就叫那讲法嘛哈，讲讲法重要哈。那因为只讲到流量，然后呢词口太易啊，安尼就做的。尤其嗰個我今日我是，因為個人感覺到講，也幾處理了以後啦，路過山下，嚇跳一下詩，嚇漂嚟蹭響，反正也就對啦。假使講今日你做啲一般的格式嚟唱講，路過，然後呢山下蹭響嘅話，反正安尼話也幾歌詞就唔對嘅。嘛呢，路過一個山下時間，漂嚟蹭響，我認為我也幾唔處理到。我以我諾嗱，實在講啊。路高山下嘞，漂來呀層層響啊。但是呢，還要注意嘛呢，因為安尼山啊，我家講過山用啊，一落果家冇按衝啊，嚇。較強一啲啲標啊落去嘅話，安尼話行到要上言堂啦，好，所以呢，善用自家有事啊，好，加油哈！好，謝幕先生。这一点小瑕疵啦，啊，哎呀，要不然就破坏啊，破完美，perfect， 好，啊，来看分数哈，来请人的分数。谢幕先生，具有冠军相的，真的。哎呀，听礼拜积分就积得按过了呀。好，加油！谢幕太假。好，再你让我走。撒下来呢？林彩丽带来3个字。来谈个啦。空发流开那菜呀，也系干妈抢人做的。啊，就干妈自家要买猪肉，你会做呀，啊厉害。匹配抢人家做的啊。万是了香囊，让你自家做的啊？对，你还丝袜布做的。现在这个把我放在麦克风还蛮漂亮的。哎，还有没有？那你头双还有两位。没一他一双脚嘛，啊一支10脚去做高丝袜，哎呀，你做高丝袜，我係冇4腳嘅哦。鬧熱嘅5月童話節要到咧，唔但唱有滿山嘅童話都得欣賞，你有當到好食嘅客家美食。重點係乜嘅？就係糖藝唱歌嘅本大家堂就對咧。
哎，什么？本身就係啲油桐花嚟嗬。哦，叫咩插花嚟嗬？係。一咁樣油桐花？係啊。油桐花咁樣生啊呢？係啊。啊。係啊，一賣片咧，阿自家做嘅。也係咁嘛，搶人做嘅。哦，我就今晚自家要買豬肉要做呀，啊厲害。伊批搶人家做嘅啦。豬肉米。豬肉米蔥油頭。是你就是。哇，好漂亮哦！干妈手很巧。对呀，啊。唔係佢做嘅啦。啊，唔係佢做嘅啊。搶人做嘅。哦，搶人做嘅。哦，用錢去搶人做嘅。哦。對，對油桐花什麼印象？就桐花季的歌唱比賽。哦，這每一年桐花季的時節，各地就會舉辦啊呢。所以是客家盛會咯。當然啦。跟田傳你共用嘅意思嘛。差不多。差不多了。係啊，就係有比賽啊。對啊。係啊，我咪最近應該唱魔漢。也好。係，5月的呀，哈。係啊，係啊，懂。有時可以表演啦。對啊，就是團體的這樣。係啊。佢有乜個車馬補助費冇？像我有3個班嘛，人家就喺3個班搶下出去就是要怎麼講？對，就對，有些是義務性的，對對對。然後有的會有錢，唔過人家就會就是入像班費啊，就是有什麼對有什麼就是特定的節日，人家就拿給錢出來吃飯啊，呀嘿嘛個嘿，我們是這樣子用的。公費。公就變公費啦，哈，就變講3個班老師伊接多呀，就係就按樣。3個班老師講啊，佢本來用5千的樣咯。係叫佢講安排佢萬人表演，充滿個歌嘅啊，係按樣。啊，5千也就變咗班費啊。他很難得呢，年紀輕輕的這麼有客家精神。真的。哦，有冇厲害？我應該向你看齊。對對，那油桐花在找我，哦，我時間偏偏，我行程表都空白，像油桐花一樣，拍謝謝。來，唐先生嚟講片啦，你。邱海先生，猜啲咯，從嚟平板入面用途就啦，哦，3個字，唔過呢，咬字要注意啦，哈，桐花開採唔好唱開採啦，開採，我哋講開花花開，電動音都冇強咯。桐花了。還有你在客家莊內唔好唱咯，莊內哦，注意啦哈。幾首歌嘅唱起來是一平順一好聽，但是我家講嘅其實是，既然你要參與比賽，我哋做先生也就咪抗試驗，前面麻煩，就咬字要注意，先將思維咬章，讓佢做完，要是比較衝嘅話哈，繼續加油。好，莫先生，再來唱下賴先生。蔡麗哈，唔見比唱嘅3個字，我看下歌詞哈，歌詞哈，唔係唱到一賣西調和亮亮呢，絕對可以做嘛咯，因為歌詞啊哈，個品質，也對話哈，絕對可以唱當歌，而且按你發3個字就會了了，就會響應啦。所以呢，我這邊我做較可惜嘅就係嘛咯，然後還蠻有踏出也鋪啊，唔敢。獎賞掉過去了，其實一首詞當好，應該可以唱起來，加油哈！好，張老師要補充下。張老師，我從個一隻學生嘅嗬，佢聲音，頭先我聽嘅感覺，而且佢才提過一些嘅聲音的亮度哈，這個色彩是比較漂亮的。但是呢，因為佢可能平常冇按呢個習慣，所以佢嘅高音的部分呢，支持還蠻練出來。就有點強啊！所以佢可能以後呢，他是經過訓練。佢哋採取保守的一種唱法，我想係也係了解自己嘅情況。很好的，好，但未來可以開發，這個開發的時節就該高音會練出來，因為該這色彩，我覺得它高一度音啊，嘅音色是好聽的，好，所以我也搶着說這個。好，安子先，安子先，也係你今天狀況唔美好。18講講啊。還好啦，就
因为我考太好就较无时因间练为考歌太好，的。气味降低。没有，较无时间练歌的。总有10度对位嘛，较油。较嘅发送来。好来，看一下分数来。你唔猜你嘅分数？95。啊，95分要同过分啊！加油！谢谢。来，这边别浪潮。接下来呢，偏修营带来平板来谈啦。今日我本大家提供嘅同化之香样板歌哦，太刺眼嘅風景，色彩天降。講有幾鬧熱就有幾鬧熱，我係都了俾講啊，無過年。各位朋友啊，夾夾來睇係唱歌嘅哦。哎呀，美女，你好，哇，咁樣嘅童話衫都作嚟了。係啊，紅色咧，係。童話節啊，你睇5月就係童話季嘅時節。童話節5月的5月無限嘛咩？有去各地表演。有，你哋攏安尼。用暗號啊，從4月28，還有5月6號，還有4月20，天公爺還有5、6集咧，5、6，而嘛佢用5、6集節目。天公爺還有天公爺啲嘅虎頭山5月20。基本日係5月19。哦。天公爺係5月20。天公爺喺邊度表演？虎頭山經國梅園。哦，所以大家要看天公爺係發嘅嘅路依個。分享大家天公爺到了虎頭山梅園。對啊，你看其實都會看到佢嘅廬山真面目。哦，唔單止係看到伊咧，還會 DIY 本呢。啊？讓自己做嘅啊？嘿，你係絲襪布做嘅。現在這個把我放在麥克風，還蠻漂亮的。嘿，做的。這樣還蠻好看的。今天哈，那應該還有沒有？還有。那條雙還有兩類。哦，咩應景啊？他一雙腳嘛。啊，一支十腳，足高嘅絲襪呢。係啊，你足高絲襪。係冇四腳嘅哦，冇四腳嘅，冇四襪嘅冇四。尤其呢一片表演三腳採茶，個頭下來嘅嗬。係啊，表演三腳採茶，阿爸為國樂班去表演。哦，厲害哦！阿爸是唱山歌，像天公爺啦，就係對唱，天公爺對唱。
所以你看到来安参加的就参水朋友哦，没讲来比赛，你家本身就多才多艺呢。多么喊呢？对呀，这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已。对呀，因為什麼我哋客家電視台有啲機會嗬，本來兩位唱歌，將會有出名氣啊，有樣。對呀，啊，當我平台啦，啊，青主任也要發揚嘅客家文化，真好。來，聽下先生嘅講評啦，哦。謝謝先生。好來，天秀雲小姐啊，佢俾帶來一個平板，佢俾特殊嘅地方就會講古時嘢就自家寫，一當然有咩嘢你細門地要強調一下嗬。我講呀，你喺東邊看來呀，東片看。東片看過灣時鄉。一隻片是哦，老邊是會冇共樣，喺擺自家寫古時嘅時間也要注意下，唔寫到東邊呐。東邊啊，看那個啊，灣時了鄉呐。人高音部分做到當正，但是人嘅春風吹來呀，記得變得人嘅低音變唔下，也以後自家唱嘅時間一定要注意嚇。再過來呢，人嘅溫時鄉，當然你哋講係溫用溫時啦嚇，但是講真係溫時片嘅時呀，時嚇時鄉，你唱嘅時就變時鄉啦，變有情義嚇。其他嚟講，也嘅整體作用也啲方面也冇乜問題，就自家要注意高音唱嘅上，低音自家就要表一下。好，加油哈！先生。好，再來張老師。張老師。江老師喺度介紹，伊頭先唱了係平板哈，有關歌詞唔是大家都有講呢，因為按清楚啊，我知道田小姐嘅歌聲哈，佢做得佢唱嘅平板又把握到了平板嘅特色，本應按當委婉的哈，當軟上嘅，我知道佢掌握到當好，把握得很好。除此之外呢，因為你都係按照敘述景色，你睇唱了係景色嘅時間，又將啲台語呢為雖然你歌上哈，都該嚟景色去，而且安是在詮釋上面哈，係按慢的好誒為首啊，謝夢英。好，謝夢先生。好。安子 C， 好，咁樣嚟看一下佢嘅分數哈。天秀儀嘅分數。什麼先生？65分。哎呀，一個分呢個分數哈。繼續保持下去啊！謝謝你的手作。哎呦，好好。你係5月節時節特別就好，掛點。什麼呢？哦，什麼？模範母親。好，安子 C 哈。哎呦，準備好啊！收穫好多呢。雖然冇去到現場吼，那些童話季，哦，來到一片馬，得到很多禮物。哎呀，這個棒，學起來。糯米看到呀，好可愛喜歡花，對。那回去給他聞看看有沒有味道。細槍嚟啦，嗬。細槍嚟啦。我嚇到人冇變成那樣嘅。好啦，今天安尼6位嘅參賽朋友吼，分數差過1分2分一點點。伯仲之間。伯仲。哦，係啊，還有6禮拜嘅時間哈，6、7禮拜啦。好好加油，阿伯慈下意哦。加油，好，比賽都要告一段落。係啊，考唱歌嘅朋友希望有得積極來報名。好，報名專線099388398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好，等一下到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沒有多謝，我們辛苦嘅評審精神，謝謝。什麼唱衰仔？什麼？小票，謝謝老師們，謝謝辛苦了啊！好，還有我們工作同仁也都非常的辛苦。同一個時間，我們記得下禮拜，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